228事件时期，任意屠杀台湾人的现象频传，发现川和服木基的屠杀，发现讲台语日语的屠杀，发现在汽车上的台湾人脱下来屠杀，发现在卡车上的台湾人拔起来屠杀。连房子、工厂只要跟台湾人有关，就会被任意破坏屠杀。一时间全台湾机枪屠杀不断，